我是国中联考后的第一个礼拜六，被妈妈带到富强教会来。星期六晚上的聚会，夏牧师呢，他就会坐在旁边哦，不做自己的事情，就是单纯陪我们。所以呢，他可以很了解我们当时的每一个人，然后每一个家。我们闹啊，我们开心，我们伤心，他其实都不会有太多的话语，真的是像天父爸爸这样，就是看着我们这群小孩。再来呢，谢牧师就开始把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呢带4部的合唱，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在教会献诗，唱的那个熟悉度是有人起音，我们就可以唱出4部合唱。所以我们去打球的时候会唱歌，我们去郊游的时候会唱歌。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谢牧师无形之中带给我们的礼物。他也把敬拜赞美短歌的形式带进教会，是我们教会敬拜赞美的推手。夏牧师、谢牧师底兰富强教会将近30年的时间。人的一生30年，就是一生最精华的时段，以奉献给富强教会。我看也是因积极的去教导门徒学校，查经课程，无形之中让我们富强教会的根基非常扎实。属灵里面的所得，还有圣经里面的教义，都是夏牧师、谢牧师用委婉平常生活化的那个人教的。牧师他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夫妻2个有不同的恩赐，他们夫妻非常的恩爱，他们会互相去补足，也成了我们教会夫妻档的好榜样。夏谢牧师他真的是亲自参与了每一个活动跟每一个团契，办了很多的活动跟事工，在发展社区啊、社区音乐班啊，都是在他们那个时期开始推动的。长大以后再回想这个过程，就会觉得哇，这个默默的陪伴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。当我知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真的超开心的。他们把富强教会又带到一个更光彩的阶段，把很多的事工、团契、人跟人有很好的整合，顺着我们教会的风格一直往前，然后我们就变成了真的是一起坐上一艘大船，这艘大船越来越有能力承载上帝更多的使命跟生命。我真心觉得，能够来到富强，然后一直待在富强，然后跟着富强这样子经过这么多年，成为富强的我很骄傲。因为你们的一路走来把你们的壮年期间都给富强教会，跟我们欢乐的时候同欢乐，悲伤的时候同悲伤，是一个我们属灵的家长家人。我的坚信礼是您帮我完成，我的婚礼是你帮我主理，也是我的证婚人。我爸爸的丧礼突然，但是你陪着我一起处理完毕。谢谢上帝把你们带来我的身边，那我也要把你们给我的祝福继续分享给身边的人。祝福你们有美好的将来，上帝恩典满满在你们的身上谢谢你们。祝福你们，谢谢夏牧师、谢牧师。祈求上帝无限的恩典加添在夏牧师跟谢牧师的身上，带领你们日日平安，在侍奉牧养的路上如鹰展翅。爱你们。